选举都要到啊，民众会当看选举公报来了解候选人佮政党的理念，来决定家己要党予什么人。其实除了纸本的公报，这中选会伫网络顶悬嘛有提供电子版的公报，这内底有台语、客语、华语的版本，民众用听的嘛会使。投票时间：中华民国113年1月13日。选举公报唔那通用读的，伫网络顶中选会也通念互你听。袂歹啊，系啊，因为有一个人啦，感觉听较方便，因就会开，所以可以很多选择啦。老花啦，看袂到迄足细字，这用听的就敢若看电视、听广播安尼袂歹。中选会表示，有写印的选举公报服务，伫2004年的第一任总统大选第一摆使用，方便使用者甲所有选举人通充分了解各候选人甲政党的资讯。目前伫中选会的网站有华语、台语、客语3种语言通收听。不过记者和民众实际收听了后，部分民众认为也有一寡改善的空间。我会听不下去，因为我觉得它好慢哦。若是会使调迄个语速。速度安尼可能较方便啦。另外，台湾有16族的原住民族群，根据移民署的统计，到去年11月底，台湾新住民人口也已经超过59万人。有民众建议，通增加更较侪语言选择，因应台湾多元族群。英语也是印尼话啊、马来西亚话啊、菲律宾话嘛，安尼嘛袂歹。大众选择啦，大家都有选择的那个，当然是比较好。中选会表示，目前有来自15个国家的人规划到咱国家，因为语言真侪种，若要翻译做各国各原住民族的语言，牵涉人力、经费、时间这寡问题，是无常有困难。中选会表示，所以公办政见发表会，也是一款通互民众去了解候选人政见理念的方式。政府会为无同方面来维护公平的参政权。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。